大家好，我係阿 Lo 啊。近期嘅熱話咧就係有一個新嘅居屋嘅單位咧裝修爛尾啦，35萬裝修爛尾嘅羅生門，簽報價單起已有伏，業主怒轟家私貨不對版，完工期一拖再拖，裝修公司反指翻業主拖數，新居屋裝修爛尾慘蝕46萬，微信黑店群組中伏，師傅出言恐嚇，垃圾質素廚廁漏水，苦主崩潰落淚。我對唔住屋企人。新居屋 WhatsApp 群揾裝修公司中大伏，43萬垃圾質素如何善後？消委會嘅報告咧，平均一年咧都有100幾200宗嘅，咁即係嚴格嚟講咧，一兩日到咧就有1宗啦。每個人畢生嘅積蓄咧都係攞嚟裝修依家單位嘅啫，但係咧最後爛尾啦。大家如果裝修咧，記住咧就報我呢個防伏班，教識大家點樣係防止中伏。唔會遇到呢啲不法嘅分子嘅，大家如果有興趣咧，就 click 入下低條 link 報讀啦。